吃素以后，它清口以后，它的啤酒肚消了，年轻的，跟着，那现在看看你的身材啊，我跟你讲，国语体会分是非常轻松的，你要注意，你会被人家点到名字哦。好，五种是果呢，然后果就所采到是一个三个堆嘛，你的啤酒肚就消了。来，美国芹菜2大片，大黄瓜1/4，甜椒1/2，苦瓜1/4，青苹果1个，要气皮。为什么他要挂号要气皮？因为过水那天我看到说，我们水果第一名水果最脏、最农药残留最多的是什么？苹果。有的人都说苹果要跟着什么吃？跟着你吃才有营养。其实你再怎么，你要洗得很仔细，才有可能把它的农药残留洗掉。不然你如果没有那么仔细，或者建议大家吃苹果的时候把它的去掉哦，来把它放进压榨机里面，不加水哦。每次蔬果500cc， 这杯蔬果在什么时候吃？在什么时候饮用？早晨公布的时候最有效，而且不要添加任何的调味料，每天饮用1次。我无差答够嘛，所以我无咧问卖菜嘛，无咧卖红个。来，有8种食物少吃为妙。这皮蛋引起铅中毒，并造成身体内钙质流失。以前我听老一辈人说，我们的皮蛋